6月16號，香港高等法院嘅一紙判決，令呢場持續發酵足足5年嘅娛樂圈糾紛終於畫上咗句號。呢個唔單止係一場官司嘅終結，更加似一個被拉長咗太耐嘅故事，終於等到佢應有嘅結局。法官歐陽浩榮正式宣布，張柏芝喺同前經理人余玉卿同佢公司嘅合約糾紛案入面取得全面勝利。余玉卿之前向張柏芝追討嘅1276萬港元違約賠償被全部駁回，成場訴訟產生嘅所有費用都由余玉卿一方全額承擔。呢個即係話余玉卿唔單止1蚊錢都攞唔到，反而要為自己發起嘅呢場訴訟買單。消息一出，第一時間喺各大娛樂社交平台傳開，短短幾個鐘就衝入熱榜前列。熒幕前嘅網民紛紛留言感慨，呢場拉鋸咗5年嘅官司，終於還俾當事人一個遲到嘅公道。有人話正義或者會遲到，但唔會缺席，亦有人感嘆等呢一日等咗太耐啦。好多後生仔網民只係見到當下勝訴嘅結果，卻唔清楚呢場糾紛嘅根早已紮喺14年前。由最初嘅互幫互助到後來嘅反目成仇，由商業合作破裂到常年輿論抹黑，再到對簿公堂互相舉證，成件事就好似一場冗長嘅連續劇，每一個節點都充滿反轉，亦令大家睇清咗娛樂圈入面人情同利益嘅複雜博弈。14年足夠一個人由巔峰跌入谷底，亦足夠一段關係由親密走向決裂。老話成日話知人知面不知心，放喺張柏芝同余玉卿呢段過往入面，再貼切不過。曾經並肩作戰嘅夥伴，最終成為法庭上互相對立嘅原告同被告，呢種戲劇性嘅反轉，恐怕連編劇都唔敢咁寫。外界最初得知呢場訴訟係喺2020年嗰陣時，余玉卿主動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訴狀，將張柏芝推上被告席。佢俾出嘅理由十分明確，話自己喺2011年到2012年期間，先後同張柏芝簽訂咗2份合約，一份係長達8年嘅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另一份係2部電影嘅片約合約。按照合約約定，佢前後一共向張柏芝預支咗4276萬港元嘅片酬，而張柏芝需要參演總共6部電影嚟履行合約義務。喺余玉卿嘅講法入面，張柏芝攞到大額預付款之後，並冇按照約定完成拍攝工作，屬於明顯違約，所以佢先追討1276萬港元作為賠償。乍一睇，呢個似乎係一個經理人追討藝人違約嘅常規商業糾紛。可當啲人深入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之後，先發現事情遠冇表面上咁簡單。本以為呢個只係一場簡單嘅明星違約案，可隨着庭審啟動，劇情立刻迎嚟大反轉。2025年12月，案件正式開庭審理。張柏芝前後3次親自現身法庭參與質證，足以睇出佢對呢件事嘅重視程度。佢清楚咁知道，呢個唔單止係一場關於金錢嘅訴訟，更加係一場關於名譽同清白嘅保衛戰。出庭之前，佢成日同律師通宵梳理案情，連續捱夜成為常態，疲憊嘅狀態亦被現場媒體捕捉到。面對對方律師接二連三嘅尖銳盤問，積壓多年嘅委屈徹底爆發。張柏芝喺法庭上情緒失控，當場流淚，坦言自己已經2日2夜冇合過眼，外界嘅輿論壓力、無休止嘅盤問，令佢身心俱疲。最後仲係法官不斷安撫，庭審先得以繼續推進。嗰一幕被現場媒體影咗落嚟，相入面嘅張柏芝眼圈發光，妝容都被眼淚打花，同熒幕上嗰個光鮮亮麗嘅明星判若兩人。唔少人睇到嗰張相嗰陣都沉默咗，呢個女人呢幾年到底承受咗幾多，恐怕只有佢自己知。冇人能夠代替佢分擔嗰啲日日夜夜嘅煎熬，亦冇人能夠真正體會被人冤枉卻無法自證清白嗰種無力感。庭審現場雙方嘅講法可以話係天差地別，
幾乎每一個關鍵事實都存在完全對立嘅版本。張柏芝始終否認自己簽署過嗰份所謂嘅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佢直言呢份核心文件存在明顯疑點。佢1998年就正式踏入演藝圈，喺同余玉卿產生合作之前，已經先後同朱永龍、向太兩位資深經理人合作過，對於經理合約嘅簽署規則、風險把控都十分有經驗。喺佢睇嚟，8年之久嘅全球獨家經理合約屬於重量級商業文件，正常情況下必然會有第三方在場見證。可呢份合約簽署時只有佢同余玉卿兩個人獨處，呢個本身就唔符合行業常規。佢認為任何一個有經驗嘅經理人都唔會喺呢種重大合約上省去基本嘅見證流程，除非呢份合約由一開始就唔打算被認真執行。除此之外，佢仲質疑合約上嘅簽名並非自己親筆所寫，要求法庭對簽名進行筆跡鑑定。佢喺庭上講得好直白，我喺呢個行業咁多年，咩合約冇見過？呢種文件點可能就兩個人隨便簽咗？呢句說話唔單止係對合約真實性嘅質疑，更加係對成個訴訟動機嘅拷問。余玉卿呢邊亦有自己嘅說辭，佢解釋當年張柏芝正經歷艷照門風波同婚姻破裂，成個人情緒低落，唔願意接觸外人，成日留喺酒店入面，所以兩人先選擇單獨簽約，同時堅稱合約簽名真實有效。佢試圖用張柏芝當時嘅困境嚟解釋簽約過程中嘅種種不合常理之處，然而呢個解釋喺張柏芝一方睇嚟漏洞百出。張柏芝嘅律師當庭指出，即便當事人當時狀態唔佳，亦唔代表可以跳過行業基本嘅簽約流程。一個涉及數千萬資金嘅合約，冇律師在場，冇見證人簽字，冇公司存檔備案，呢個喺任何一個正常嘅商業環境入面都係講唔通嘅。律師仲進一步追問，如果呢份合約真係有效，點解喺長達10幾年嘅時間入面，余玉卿從來冇攞出嚟主張過權利？呢個問題令余玉卿一方一時語塞。除咗合約真偽嘅爭議，雙方對於片酬、電影拍攝計劃嘅講法亦完全對立。余玉卿聲稱張柏芝只係拍攝咗少量影片就單方面停工，而張柏芝就表示對方口中約定嘅多部電影，由始至終都只係口頭規劃，連正式籌備都冇開展。講白咗就係實話都未有一撇，根本唔存在佢拒絕拍夫嘅講法。佢仲明確否認收到過其中一筆276萬港元嘅片酬定金，直指對方憑空捏造事實。張柏芝喺庭上表示，如果真係有咁一筆錢，銀行流水唔可能查唔到，但對方至今攞唔出任何轉賬憑證。更加令外界感到震驚嘅係，隨着庭審深入，余玉卿一方嘅信譽問題逐漸浮出水面。有證人喺庭上透露，余玉卿當年喺業內就以手段強硬著稱，同多位藝人都有過糾紛，甚至有前任員工作證稱其公司財務管理混亂，賬目不清。呢啲資訊令唔少旁觀嘅網民恍然大悟，原來呢個唔係第一次，只不過之前啲人唔敢好似張柏芝咁硬剛到底。有人評論話，余玉卿或者正係睇準咗張柏芝當時嘅處境，以為佢唔敢反抗，先敢咁肆無忌憚咁發起訴訟。時間去到2026年1月，成場庭審完成結案陣詞，法官當時並冇當場宣判結果，而係表示會喺半年內俾出裁定。等待判決嘅呢半年入面，網上嘅討論從來冇停過，有人同情張柏芝多年被糾纏，亦有人被過往嘅負面輿論影響，持觀望態度。各種聲音交織埋一齊，真假難辨，但張柏芝始終冇公開回應過一句，只係沉默咁等待結果。佢用行動證明咗自己嘅態度，唔辯解，唔賣慘，唔博同情，將一切交俾法律同事實。直到6月16號最終判決出爐，一切塵埃落定。
法官認定余玉卿一方提出嘅所有訴訟主張都唔具備勝訴條件，張柏芝無需承擔任何賠償，訴訟費亦由原告承擔。判決書措辭相當嚴厲，幾乎等於喺官方層面認定咗余玉卿一方存在虛假訴訟嘅嫌疑。呢個唔單止係張柏芝個人嘅勝利，更加係法律對誠信原則嘅一次有力捍衛。呢場持續5年嘅法律對峙，以張柏芝嘅全面勝利收尾。俗語話多行不義必自斃。余玉卿由最初靠住張柏芝盤活公司，到後來偽造合同、捲款跑路，淪為失信被執行人，再到誣告抹黑他人，一步步行到如今嘅境地，都係自身選擇造成嘅結果。而佢呢幾年喺媒體上對張柏芝嘅種種指控同抹黑，如今隨着判決結果出爐，亦徹底失去咗公信力。嗰啲曾經被當作事實傳播嘅指控，如今都被證明係企唔住腳嘅謊言。而張柏芝經歷咗分辨、輿論風波、常年官司糾纏，卻始終冇丟掉內心嘅善良。即便被背叛，亦依舊認真生活，用心陪伴仔女。呢5年入面，佢一個人扛晒所有，冇賣慘，冇博同情，只係安安靜靜咁將官司打完。有人翻出佢呢幾年嘅社交動態，發現佢幾乎好少發自己嘅生活，偶爾出現嘅內容，全部都同3個仔有關。佢將所有嘅精力都放喺仔女身上，用最樸素嘅方式守護住自己嘅家庭。14年嘅風雨輾轉，5年嘅法庭對峙，如今呢場鬧劇終於落幕。對於46歲嘅張柏芝嚟講，呢場勝利唔只係免去千萬賠償，更加係徹底撕甩咗多年貼喺身上嘅不實標籤。往後嘅日子，佢可以放低過往嘅紛擾，安心專注於生活同事業。嗰啲年被潑過嘅髒水，被扣過嘅帽子，都隨着呢紙判決一併被洗刷乾淨。佢終於可以唔再背負嗰啲莫須有嘅罪名，重新開始屬於自己嘅人生。而呢場發生喺娛樂圈嘅糾紛，亦會成為一個警示，提醒住每一位從業者，無論身處行業嘅邊個位置，誠信同底線永遠唔可以丟。人情可以欠，但唔可以攞嚟當武器；利益可以爭，但唔可以靠捏造事實嚟爭。一旦越過咗嗰條線，最終付出代價嘅只會係自己。呢個道理唔單止適用於娛樂圈，亦適用於每一個行業、每一段關係。